也是八色调的调，记得是台湾的下后调。本演是5月就会伫南洋飞来台湾传台，后伫华山上有洞色的树拿、棕拿作调，从四铺推散线提起的三拿手酒。记得因为贵姓的母有8种色，所以伫台湾它这个就含记八色调。你所以看到佢贵在含连冲弦、跳上跳下，就啲佢嘅调子伫个头衔咧。含冲弦咪系八色调嘅调子最主要嘅食物。难怪佢哋会托伫细细嘅树拿来作调，因为佢会冲弦最多啊。八色调讲嘅老妈上有完全共同。传台嘅时间，梁公婆会强下作调。普然老为调子，强下完成所有的传台工作。当然，未包含调子学出的细胞，为含水是我袂挑剔。安尼怎会写天铁，过来是贴调子啊？另外，为了调子的安全，记得传调的时间，每往直接背转去，未晓得往路行，被身体顺条的书法看详细，无危险，才会背转到调来为调子。人会用网口来讲安尼的声音，其实真正有网口的声音是调子哦。你看八色调的调子，就发现哪会转调的。因为早网口有嘴巴巴头饰，和大网口有暗线面，你系因为调子到调子没有轻正，嘴巴热态拄热起来，哪会危机的机会就热态，上哦没热脚。调度的八色调调子太有动静，差不多10公日就会出调。不过调子虽然出调，还係四绕繞愛來回，留保護一段時間。假使順時狀態，差不多到9月、10月時間，記得就會飛離台灣到南洋去活動。到明年春天，有場飛轉來傳台。安尼的調就按了下後調。